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继续针对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发布低温特报，因暗到明仔早起的上寒低温可能存无10度。针对川普要提关加拿大的关税，因为应对方式甲总理杜鲁多未合，兼做财政部长的副总理彭惠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头一条新闻，就赶紧来关心天气。因为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是继续针对着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来发布低温特报。因暗到明仔早起会上寒，低温可能存无10度。而且拜六还有第二波冷气团的落南，如果会一路寒到耶诞节了后，这气温才会回升。提醒观众朋友，都要下日子穿好少。圣诞节要到啊，民众伫红帽啊，甲朋友翕相，规身躯包条条，真有寒人的气氛。因为拜三下晡有一波带着冷气团落南，转台大降温。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地区甲金门地区发布甘仔是唔是个低温灯号。气象署预估拜是天光，一寡所在温度可能无到10度。苗栗以北的地区以及金门地区，出现10度以下几率是最高的。这波冷气团会维持到拜四，气象署预估爱到拜五，带着冷气团减弱，温度才会慢慢回升。不过，真紧拜六就随有一波带着冷气团落南，一直影响到后礼拜二。气象署预估爱到25圣诞节迄天天气才会回温。那未来的一个礼拜，温度的变化是分成2波的冷气团。那第一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5的清晨为止，到周6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南下。也来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三、拜四这2天北部、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若是水气有够，加上温度够低，中部3000公尺，甲北部、东半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提醒乡亲这几日啦，爱穿好少，避免感到。记者陈亚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过来发生今年头一站病院的毛仔群聚事件，疾管署公布今仔日增加4例毛仔病例，是进前对越南带病入境的中部40多岁查甫个案。伫咧病院接触到的家属、医护人员、甲清洁人员，另外还有一个甲伊共期帮的旅客嘛确诊。目前是已经掌握到拢总152个人，就要监测到后个月1月初5。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件病麻疹群聚，疾管署10月公布新增加4例麻疹确诊病例，包括3例国内感染加1例境外移入，其中3例国内感染的是进前公布越南探亲境外移入的中部40几岁男性，伫病接触的陪病家属，还有病的护理人员、清洁人员。另外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甲指标个案坐共一班飞机的旅客。这个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呢，到目前为止，包括指标个案，总共有5人的一个确诊的一个个案。那目前的接触者呢，包括医护人员，包括同班机的一个旅客，那大概有152人。那这些人呢，我们都会持续在追踪当中。那这个群聚事件呢，我们会持续监测到1月5号。对这边病群聚，疾管署甲地方政府卫生局在7到这间病一个轰炸，建议病院加强相关监控措施，同时还建立员工自主健康监测机制，停办年底院内大型活动，办院内麻疹感染管制教育训练等防治作为。皮肤科医生讲，麻疹传染力正强，会让对空气甲水暖传播。常常看到的镜头包括脑痛、发烧、流鼻水、咳嗽，一个目睭结膜炎。因为在密闭空间呢，它传染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假使没有打过疫苗的人，事实上其实只要接触这个麻疹的人得到之后呢，他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高。一个人就可以传到将近20个人这样一个速度。医生提醒讲，高风险族群包括幼儿、有生的妇女、是大人，还有免疫力功能较歹的民众，得到麻疹了可能会造成肺炎、脑膜炎，死亡率要到10%。那预防麻疹，除了要避免去人侪所在，也要管水安，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有一间幼儿园传出有教保人员甲囡仔扒头、甲歹倒，甚至硬甲煮饭菜等等不当的行为。目前知影至少有7个囡仔受害，家长也指控教育局唔互因看监视画面。针对这件代志，市府是回应讲，这是因为牵涉到别个囡仔，则依法来限制提供影像甲转翕。不过确实是有不当管教行为，这个教保人员嘛已经离职，因会继续来追究。真的很难过。
这个家长讲话讲到后甜，看到这个囡仔的遭遇是感觉真唔甘。台南有3个家长18透过民代召开记者会，指控严控一间幼稚园的教保人员，那像有不当管教的情形。小朋友他本来吃的就比较慢，塞了吐又塞，塞着满满的食物，边走边哭，走到旁边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哭。我女儿坐在床上，老师走过来，二话不说，从她后脑勺给扒了，接着用类似过肩摔的方式再把她摔到床上。家长表示，幼稚园的一个教保员，唔但用被仔甲囡仔的头壳砍掉咧，还佫甲囡仔拔头壳掠起来吃，甚至甲食的物件硬挤落因的嘴里。目前拢总有7个囡仔受害。囡仔登去处理反映了后，家长要求要看监视器。不过，刷去幼稚园质疑讲，敢是无信任学校，因无奈才会向民代申请。甲我讲家长就是袂使看，爱去幼儿园看，他们都退学了呢。你为什么要让他在2度的受伤害啊？民代是气甲顿伊顿倒，因为教育局捌无互家长看监视器，嘛不准因复制甲转翕。教育局解释讲，因为有涉及第三方囡仔等等的因素，才会依法限制提供甲转翕。不过，人本基金会认为讲这无啥合理。第一个是辨识自己的孩子，然后再来他是最在乎孩子利益的人，就是为孩子的利益去主张。今天不让家长去调阅这个资料，教育局担心是违法事件调查造成困难或妨害，还是他本身其实是在妨害违法事件的调查。初步检视画面确实有发生不当管教情事，目前该名教保服务人员已经离职，后续仍会持续收集证据及访谈相关人员，并将调查报告提交认定委员会，依照情节论处。教育局表示，初5接到通报了后，就展开调查。这个涉案的教保员已经离职，后续会追究幼稚园通报感受疏失的问题。若是有，无排除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罚减少或者是停招的处分。针对这点，幼稚园甲家长回示咧，嘛讲会全力配合相关单位的检核甲督导。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禽流感的疫情较少，全国的鸡卵产量上过济，市价大县彰化县就推动中小学逐礼拜营养午餐加入一粒鸡卵的政策。不过原底是供应对产地直送的鸡卵无试过恐惊受食安的问题，所以即马改做要供应生酸卵。县长王惠美甲小学生做伙做鸡卵的料理，要来推测鸡卵营养。国内鸡卵目前生产过多，彰化县饲鸡数量济。为着鼓励大家尽量食卵，县府宣布12月23至明年1月17，高中甲国校的营养午餐会为目前一礼拜一个学生3粒卵，搁增加1粒3个卵或者是茶米卵。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孩子们有充足的蛋白质，能够更加的健康。是这去德东国小的中央厨房，营养师准备甲鸡卵饼送入去烘箱。伊赞成每一班拢增加鸡卵，不过进前敢若提供牧场的卵，惊会有鸟仔屎等等污染的物件，较会有食安的问题。向县府甲厂商反映了后，即卖会改做提供生酸卵。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打蛋的过程当中，可能鸟屎或者是就是污染物会把它掉进我们的蛋里面。那为了安全的话，我们就是跟厂商那边强烈的要求，我们一定要用洗选袋，才可以符合我们的食品安全标准。彰化市卵鸡农民陈秋迪表示，今年差不多拢无禽流感的疫情，全国饲鸡的数量甲每一天鸡卵生产的量是拢创下新高，产量过多煞消袂去。彰化县营养午餐增加食鸡卵的措施，伊认为应该扩大到全国。鸡3700万只嘛破纪录啊！生产量13万，一天13万5千箱嘛，拢破纪录啊！扩大去实施，讲尽量把这个卵筋消透出来。不过，彰化县府的政策，农业部长陈俊贵讲，卵的介绍会因为无共季节，介绍有变化，会尊重市场的机制，袂全国直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发声讲，要甲加拿大关税提悬到25%。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应对方式，甲兼做财政部长的副总理彭惠兰两个意见无对同。杜鲁多是暗算要甲对方换掉，结果彭惠兰就大声来请辞。即马若是杜鲁多失去伊伫咧政坛一个重要的盟友，也引发执政党内对杜鲁多的不满甲质疑。惊伊的民调若是搁降低，就会去拖累着因规个政党的选情。所以即马无论是党内党外，拢有批评杜鲁多失职，要求伊来落台声音。
为2015年执政，甲即卖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面临9年来上大的政治危机。导火线是监禁在场的副总理彭惠南因为财政问题变面。彭惠南16日在 X 平台发表公开批，闪电时期内阁职务。批中透露杜鲁道伫顶礼拜5告知要将伊调职，不过伊认为面对美国加扣关税严重挑战，政府应该保留财政储备，反对杜鲁道用减税甲退税讨好选民，增加财政负担。所以过时节。杜鲁道虽然马上任命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做财长，不过已经引起东台湾对领导能力的真正质疑。Canada is a serious G7 NATO partner staring down the threat of 25% tariffs. We deserve a strong leader with a new mandate. 反对党、保守党甲新民主党伫国会联手炮轰杜鲁道的财政正式失控，后今年度预算红字为101亿增加到620亿加币，明年度的红字也超过预期。People are right to be angry. They've got a prime minister who's more interested in protecting his own job than defending Canadians against Trump. We've got a prime minister who's failed to defend workers from rich CEOs like the Conservatives love, who continue to rip off Canadians and drive up the cost of food and homes. The prime minister has failed for New Democrats. 过去1年，民众对住房负担甲生活开销增加愈来愈不满，互杜鲁道政府的民调落差。目前上新公布的民调显示，执政的自由党支持率只剩13%，上大在野党保守党得到43%支持，左翼的新民主党是70%。杜鲁道虽然几下摆闪过反对党提出的无信任案，不过财长闪时，互伊阁面临党内外要求提早大选的逼退声音。公司新闻曾回面评价。来关心叙利亚的政权变动，互以色列逮到机会来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占领着边境2个地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17个上叙利亚的最高峰欧门山来视察，这是头一届有以色列的总理伫咧任内踏入去到叙利亚的领土。而且纳坦雅胡佫讲，除非有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安排，若无因的军队就要一直驻守伫遮。叙利亚反政府军推翻阿塞德独裁政权了后，以色列用无希望先进武器当一个极端组织手头做理由攻击叙利亚境内将近500军事目标，佮占领2个边境安全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17去叙利亚上关山欧门山巡视，而且甲以色列国防部长、军队参谋长甲其他官员伫欧门山开会，高翕影片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部队会继续驻守欧门山。这是第一摆有以色列总理伫任内到叙利亚领土。רק קיבלה משנה תוקף בשנים האחרונות ובמיוחד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עם האירועים הדרמטיים שמתרחשים כאן מתחתנו בסוריה. אנחנו נקבע את הסידור הטוב ביותר שיבטיח את ביטחוננו. 因为阿塞德政权崩盘了后，伫叙利亚境内发现一个万人蒙阿堡。国际政权法庭检察官拉普第17表示，有证据显示这是前总统阿塞德政府运作国家主导的死亡机器。为2013年以来推出超过10万人受酷刑，而且被杀害。受害者毋但是叙利亚人，也有赴美国、英国等外籍人士。这是为二战纳粹以来毋捌看过严重暴刑。根据收到资料显示，亲像安尼大规模的蒙阿堡，恐惊也有66个所在。لهون كانوا يجيبوا إنه جثث ويدفنوها. عرفت شلون؟ كانوا يجيبوا مثلا بيحفروا أبر، كل أبر ينزلوا له 5 6 ويطموا هدول اللي هون. في هنيك كمان هنيك جوار كبيرة وبيجيبوا يعني بالبرادات كانوا. 纳普补充讲，除了要查出2013年叙利亚人遭到大屠杀的真相以外，恐惊这每一个老百姓拢受阿塞德政权的恐吓威胁，而且对遐个原本也有一丝希望。随着失踪人口受害者家属来讲，伫看到这个蒙阿堡了后，噩梦完全破灭。目前受害者家属甲政权组织在努力推动国内外司法机构介入，追究相关的责任甲罪行。公司新闻新闻部评价。即马能源转型，电动车正做趋势。日本的汽车大厂丰田甲日产是宣布要合并，希望会当降低成本、交换技术，做伙来研发，而且嘛要成立控股公司来营运，甚至嘛考虑要加入米兹比士、
可能会成做全球第3大的汽车集团。因无要继续干那做油电混合车，是要提升研发纯电动车的竞争力，就是要来甲中国的比亚迪、美国的特斯拉做。反过来第2大城巴塞隆纳因为能源转型，被应付电动车的充电需求，但是结合着捷运的电力系统，分散一寡电力，互车站外口的充电站，互电动车买当直接充电。巴塞隆纳市区也有附近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每天拢有超过64万人次。第12条捷运路线，总共189个车站出入入，是当地包括上班族、学生、加外来游客唯一欠少的大众交通工具。即马正伫咧进行的捷运充电专栏计划，其实毋是啥物新的科技，是利用现有的技术，会当省更加侪电。Ya existía. Si hay una novedad en cuanto a esto, es que se es capaz de introducir estos sistemas de recarga en trama urbana. Lo que estamos consiguiendo es en territorios antropizados, que quiere decir territorios que están ya ocupados por el hombre y con la actividad del hombre muy explotados, como son las zonas urbanas, estamos encontrando la manera de aprovechar mejor esos recursos. 现代的捷运系统拢是电气化列车，就甲电动汽车甲油电混合车同款。用再生式的动压系统回收莫大动能，结果选择会当用的电。When the driver steps on the brake, the electric motor switches to generator mode. The drivetrain transfers the kinetic energy to the generator, which converts it into electrical energy. This energy is stored in the high-voltage battery. The generative braking torque of the electric motor, which is the result of energy generation, decelerates the vehicle. At low speeds, for example, shortly before the vehicle comes to a stop. 这个观念就是电气化列车的应用。当列车减速入站的时阵，用这套系统加电力充电，和车要离开时阵的加速使用。因为巴塞隆纳捷运系统是国家进一步分出一寡电进入市区的电力网，和车站附近的电动车充电站。公司新闻是嘉林编辑。迎接元旦假期，法国是已经陆续展开庆祝的活动。伫咧凡尔赛宫特别举办一场复古的舞会，因爱穿中世纪的礼服，伫咧红色的宴会厅跳舞，要带大家回去到上繁华的1920年代。舞池当中，贵宾对音乐跳舞，这是法国凡尔赛宫的世纪舞会，主题是复刻1923年一场宴会。参加的800位宾客穿中世纪流行的服装，好亲像穿过时光的梦空。迄时阵是欧美经济较繁荣的年代，也是狂欢 party 流行的时期，被叫做欢喜的10年代。Question parce qu'en entrant au château, même si moi j'y suis allé plusieurs fois, j'avais l'impression de le redécouvrir aussi un peu. Donc, c'est une autre ambiance. 除了跳舞，现场也有歌剧甲劇琴表演，也个人为窗仔看到花园内底宴会秀，毋过安尼浪漫大家无俗，门票一张要6800万7台票。同款，互人禁袂牢拍开市场是批发市场内底圣诞高级食材。兰芝斯是巴黎上主要批发市场，也是世界上上大的生鲜市场之一。内底有千外间打商，为真鲜的鱼仔、肉类、果子、菜色，啥物拢有。上吸人就是为鸭肝甲蚵仔。Ça représente beaucoup de travail, mais beaucoup de plaisir aussi, de pouvoir donner, vendre plutôt nos huîtres et que ça puisse participer à une fête de Noël ou au jour de l'an. Voilà, c'est toujours agréable. Voilà. 但反表示今年会员充足，介绍比以前较少，因互更较侪家庭享受佳节订贵食面，也享受节庆的欢乐气氛。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田雅俊，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